大家好，歡迎收聽今集嘅異界默示錄，我係阿如筆名烈語長。今集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 UFO 嘅，又係羅茲威爾大家都聽過，聽到沉啦。大家唔知有冇聽過英國有一個英國版嘅羅茲威爾，而巴西有一個巴西版嘅羅茲威爾嘅呢？點解會無端端攞呢兩個嚟出嚟講呢？除咗係因為佢哋咁啱都聲稱係嗰個國家版本嘅羅茲威爾之外呢，其實係同近日嘅發生一啲有啲拉楞嘅。近日咧有一個人咧，佢叫做Mark Christopher Lee 啦，馬克啦，佢咧就聲稱話特朗普咧即將會公布呢個 UFO 檔案啦。咁喺我上一集講嘅呢一個2026年1月到2月上旬嘅新聞咧，嗰度都已經講咗噶啦。正正就係因為咧呢一個人咧，佢就拍咗一套紀錄片，而呢個紀錄片講嘅咧就係英國版嘅羅茲威爾。上一集嘅節目我都話應該要再錄一集嚟同大家講一講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嘅。而咁啱得咁巧嘅係咧，呢一個所謂嘅巴西版羅茲威爾咧，啱啱就距今就30年，今年係30週年。我覺得呢兩件事都因為咁嘅原因兩件事都俾人抄翻出嚟啦。即係好值得喺2026年嘅年頭就講講嘅。好啦，首先就講講呢一個英國嘅羅茲威爾呢一個倫德舍姆森林Rendlesham 嘅事件嘅。呢個倫德舍姆森林事件呢，其實都係幾出名下嘅，都算係最著名嘅不明飛行物事件之一嚟嘅。有英國嘅羅茲威爾嘅稱號啦。雖然呢件事都幾多人知嘅，不過你話來龍去脈係咪好清楚呢？除非咁啱你近排又睇過嗰套紀錄片啦，如果唔係又未必好，大家都好了然嘅。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啦。當然呢件事其實都寫咗喺我以前嘅有一本書裏邊嘅。喺畫面度都大家會見到呢本書。呢本書就唔係淨係講呢一件事，就講咗好多嘅英國嘅UFO 檔案，同埋阿 Gary 佢亦都講咗到美國方面嘅 UFO 嘅都市傳說嘅。好啦，正式開始咯。呢一單嘢咧就係發生喺1980年嘅12月26號，係聖誕節之後嘅一日嚟嘅。發生喺邊度咧？佢發生喺英國嘅，就英國嘅薩福克郡嘅。佢咧，但係雖然喺英國，但係佢係發生喺位於英國嘅一個美軍基地嗰度啊。呢個美軍基地咧係叫做伍德布里奇皇家空軍基地嘅。就喺嗰一晚咧，就好似發生咗一啲好特別嘅情況。呢個基地咧就係喺英格蘭嘅東部租借咗俾美軍，就喺個 USAF 嘅空軍用嘅。喺呢一日嘅凌晨時分咧，喺呢一個美軍嘅基地咧，佢哋有啲保安人員嘅。呢啲保安人員其實都係啲軍人嚟嘅。呢啲保安人員咧就見到有一啲好怪誕，但係你又識別唔到嘅一啲光，佢哋話係即係類似燈光咁嘅嘢，一啲光咧，就射咗入基地外圍嘅倫德舍姆森林嗰度啊。最初咧，呢啲美軍嘅保安人員就以為呢啲光源咧係一架被擊落嘅飛機嚟嘅，於是就出發去調查啦。入咗森林之後咧，啲警衛咧呢班保安人員咧就聽到附近農場嗰啲動物嗰啲咁嘅哮叫聲，好似發晒癲、發晒狂咁樣樣。當佢哋接近嗰個神秘光源嘅地帶嘅時候咧，佢哋係發現一個帶有彩色燈光嘅發光物體。就見到佢咧，好迅速咁向住附近嘅海岸方向咧就飛咗去嘅。喺凌晨嘅時分，佢哋咧就去到同一個地方嗰度啦。終於，佢哋咧就見到有一塊地上面咧係有3個痕啊，有3個痕跡。呢3個痕跡咧形成咗一個三角形嘅，而周圍嘅樹木咧都有啲斷咗嘅枝，即係斷枝啦，同埋一啲燒過嘅痕跡。呢班嘅美軍保安咧，佢哋就聲稱話咧係應該有不明飛行物咧，就喺之前嗰晚咧就降落喺嗰一度嘅。2日之後咧，基地咧就再次發現有呢啲咁嘅不明燈光喎。
咁呢個基地嘅副指揮官查爾斯哈爾特 Charles Hart 咧，呢一個係宗教嚟嘅。咁佢咧就喺凌晨時分咧，就帶住一班嚴格挑選嘅部隊進入森林調查啦。即係最初第一日2日前見到嘅係一啲美軍嘅保安人員啦，今次咧就直情係基地嘅副指揮官啦。嗱，可以入到去調查。咁喺探查期間咧，阿哈爾特佢都見到幾盞不明嘅燈光嘅，而呢啲燈光咧好似引路咁樣將佢引到一塊空地嗰度。同樣，佢哋一聽到咧喺森林裏邊咧係出現喺附近農場嗰啲動物嘅吵鬧聲、嗰啲怪叫聲，好似好不安嗰啲咁嘅聲，發晒癲咁樣樣。咁啊，哈爾特咧佢就咧見到咧同嗰班保安人員2日前見到類似嘅景象嘅。咁嗰一刻咧，仲有一道閃光咧落咗喺佢哋嘅身邊添。阿哈爾特咧就對呢件事咧全程係進行咗一個現場嘅錄音嘅。佢就描述咗呢3個神秘嘅燈光啦，佢將佢比喻為一個星星嘅，但係呢啲星星咧就喺地平線嘅上方不斷咁盤旋，偶然有啲光束咧喺佢哋身上咧就射落嚟嘅。嗱，2個禮拜之後咧，係1981年嘅1月上旬，哈爾特提交咗一份關於呢件事嘅正式報告，題為不明原因嘅燈光。佢係發送咗去白宮嘅國防秘書處DS8嗰度，同埋英國國防部 MOD 裏邊咧，亦都保存咗一份嚟自哈爾特嘅備忘錄㗎。咁啊，呢件事就詳細記錄咗呢件事嗱，不過咧，住喺呢一個倫德舍姆森林附近嗰啲居民咧，又似乎未必個個都知道呢一件事嘅。嗱，喺1980年嘅12月下旬嘅某日嘅晨早，有一個叫做文斯塞克特爾嘅人咧，佢叫做 Vance 啦。咁阿文斯咧，佢就喺個森林裏邊就斬緊柴。呢個時候咧，就有一架車咧就駛向佢就停低咗。咁啊，兩個男人咧落車，咁佢哋就西裝骨骨咁樣，大概30零歲咁啦，就走埋去。咁啊，同佢講：喂，早晨啊，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一啲問題啊？咁有一個人就用一口好流利嘅英國口音咧，就問呢一個文斯啦。咁啊，向呢個文斯就查詢啦，就問佢咧嗰段日子嘅夜晚有冇見到啲乜嘢啊？仲問佢有冇離開過間屋啊？有冇見到啲乜啊？咁樣樣。但係呢個文斯其實乜都唔知嘅，咁所以話嚇咩啊咁樣樣。佢就話：喂，有報告話森林裏邊有啲紅燈啊之類啊，我哋係檢查下嘅啫咁樣樣。咁啊。呢個西裝男咧就好有禮貌，但係好堅持咁問咗文斯大概20條問題嘅。咁啊，文斯仲以為佢哋記者嚟添。盤問咗一陣之後咧，其中有個人就話啦：哦，咁好啦，就係咁啦。裏邊應該乜都冇噶啦。咁兩個人就走咗啦。嗱，啲 UFO 愛好者就認為咧，查問阿文斯呢2個西裝男咧，就正係處理呢啲神秘事件嘅 MIB Man in Black 啦。嗱，呢一個土生土長嘅鄉下人咧，阿文斯佢就冇見到任何嘅唔尋常現象啦。咁由於俾人咁問法咧，跟住落嚟嗰幾日咧，佢係日日走去買報紙，就希望了解發生咩事啦。咁到後嚟呢件事就曝光咗，咁啊媒體就廣泛報導，呢個文斯亦都受到一啲嘅傳媒嘅追訪嘅。咁而呢個文斯佢嘅見解咧，就成為咗懷疑論者，即係唔信呢啲嘢同 UFO 有關嘅人咧，就去解釋呢一件事嘅根據啦。嗱，譬如阿文斯就話：喂，嗰啲西裝男咧就同我講話呢度有啲斷枝喎，就問我咩嘢喎？咁阿文斯就話：喂，呢一塊咧係一個全天然嘅呢一個森林空地嚟㗎，喺森林裏邊周圍都係斷枝㗎啦，有咩咁奇啊？咁樣樣。對佢嚟講咧，美軍所發現嗰啲嘅喺個森林空地嗰啲痕跡啊，同埋一啲燒過嘅痕跡咧，佢都覺得冇乜特別嘅。嗱，3年之後咧，美國政府咧係將呢個備忘錄咧發布咗去呢個公共領域嗰度嘅。呢件事咧就成為咗世界各地好多嘅媒體嘅一個重要新聞嚟嘅。嗱，一時間咧，呢個倫德舍姆森林咧就成為英國嘅 UFO 重鎮，咪出現咗好多嘅圖書啦、好多電視節目啦、好多文章啦去講呢件事嘅。而呢一
個森林由於一個紅咗啊嘛，咁嗰個林業委員會咧就藉住呢件事咧，就喺森林裏邊咧就叫做安咗一條路喎，佢就叫做不明飛行物之徑啊，即係不明飛行物嘅一條小路啦咁樣樣。咁仲喺嗰度咧就安咗一嚿咧，即係美軍聲稱見到嘅飛碟嘅模型嘅。喺同一年嘅3月咧，有部紀錄片咧就作出一個結論，咁啊將呢件事咧奠定到去一個傳奇嘅地位，就好似呢一個亞瑟王傳奇啊、尼斯湖水怪咁啊，就話佢係一個英國版嘅羅茲威爾啦。嗱，有好多嘅懷疑論者咧就認為呢件事真實性唔高，佢哋就將咧呢一件事咧解釋為呢一個咧只不過係一啲目擊者咧對一連串嘅夜間燈光咧有啲誤解。咁啊有啲誤解係啲咩嚟嘅咧？佢哋覺得可能係火球啦，呢一個奧福特內斯嗰度有個燈塔啦，或者係只不過係啲星星嚟啫。咁啊呢堆嘢咧都係比較常見嘅科學解釋嚟嘅。嗱，原來咧大概就喺美軍佢哋見到嗰啲發光物體落到去森林嘅時候咧，原來嗰日咧係有一顆啲天文學家稱佢個名咧叫做火球，係一個流星嚟嘅。而呢個流星咧咁啱就嚟到英格蘭嘅南部上空嘅。咁啊嗱，之後有啲人就話其實咧每逢咧天空出現流星咧，嗰輪咧就會特別多呢一個 UFO 目擊個案嘅，咁啊即係可能好多人咧係認錯咗呢個流星係 UFO 咁樣樣。嗱，另一種嘅講法咧就話咧，其實咧嗰啲美軍咧同埋咧保安人員見到其實真係星星嚟嘅，只不過咧係因為大氣層嘅影響咧，令到一啲好明亮嘅星星嘅光咧就扭曲咗，令到人哋以為係一啲 UFO 嘅燈光。咁仲有一種講法就話咧，其實美軍只係見到咧好遠嘅一個燈塔嘅一啲光嚟嘅。嗱，仲有人就話咧，成件事係咁嘅。有個咧前美國嘅安全警察，佢就話佢改裝過佢架警車上嘅燈光，而嗰日佢咁啱咧有啲事咧就駛入個森林嗰度就發生咗啲事故，就造成咗大家嘅誤會。佢個人咧係願意為呢件事係負責咁講嘅。咁啊，究竟1980年嘅12月26號至28號呢啲美軍人員嘅目擊事件係唔係一宗嘅外星物體嘅相遇呢？嗱，呢個哈爾特宗教同埋佢嘅夥計咧，佢哋就堅稱咧，佢哋見到嘅嘢係外來嘅，外來即係指地球以外。佢本人咧喺2010年咧再次記錄呢件事，就話呢件事咧係千真萬確嘅，只不過係美國同埋英國政府咧係遮咗件事嘅啫。嗱，幾年之後咧，英國國防部咧係建立咗一份咧專門針對呢個倫德舍姆事件嘅檔案嘅。咁點解係喺事發幾年後就突然間建立檔案呢？嗱，原來咧有一個議員咧，佢叫做咧帕特里克沃爾嘅，佢係個少教嚟嘅。咁佢就讀到呢一個世界新聞報喺1983年發布嘅報導啊。咁之後佢就喺議會嗰度提出詢問啦，因為有議員問，咁國防部咧先至因為咁而去準備啲文件嘅。嗱，呢一個檔案咧已經喺2009年嘅8月咧喺英國嘅國家檔案館嗰度解密咗噶啦。咁呢件事咧，就呢啲文件咧就包括咗入咗去嗰個哈爾特軍人啦，佢嘅備忘錄同埋啲簡報，同埋一啲內部通訊同埋嗰啲部門對於公眾詢問嘅回覆嘅。嗱，根據啲公開文件顯示咧，英國國防部係曾經對呢件事進行調查噶，但係由於得嗰啲備忘錄之後咧都冇乜其他證據，咁佢哋好快就決定唔採取任何行動啦。咁而呢個倫德舍姆事件嘅檔案點解會對外公佈呢？係因為有一個學者兼記者，佢叫做大衛克拉克博士，佢係要求咁啊，所以英國就要向外公佈啦。呢個克拉克咧就採訪咗呢個國防部官員西蒙威登，咁啊威登咧就同佢講話咧，倫德舍姆嘅其實呢件事咧冇乜國防意義嘅咁樣樣。嗱，呢個威登咧佢喺1988年離開咗英國國防部嘅。嗱，喺在任嘅時期，佢係第一個處理哈爾特宗教備忘錄嘅人嘅。
佢仲將呢個備忘錄咧分發去各個相關嘅單位，佢仲檢查過雷達站嘅一啲日誌嘅。咁雷達站嘅負責人咧，佢並未喺呢一段聖誕節期間呢一段事情咧，即係呢段期間咧發現有啲乜嘢嘅異常，所以日誌上亦都冇記錄低啲乜嘢嘢。咁啊，呢一位嘅威登就話：我哋完成咗所有嘅基本檢查之後，就發現雷達上係乜都冇啊！咁啊，亦都冇任何明顯嘅防空威脅，咁所以就決定唔需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啦。但係咧，阿克拉克咧就認為咧，即係克拉克博士啊，追查呢件事嘅博士咧，佢就認為咧，美軍呢一啲空軍同埋嗰班保安人員，佢最初嘅目擊事件咧係得唔到充分解釋嘅。咁佢就覺得呢啲仲係一個謎團嚟嘅，究竟佢哋第一晚發生咗啲乜嘢呢？佢覺得莫名其妙，佢亦都覺得嗰班人見到啲莫名其妙嘅嘢。嗱，仲有一個呢，其中第一晚去嘅有個警衛，佢叫做約翰巴勒斯啦。咁其實佢喺美國武裝部隊嗰度服役咗27年，佢係有份入森林嗰度去目擊事件嘅。咁佢講法就話咧，佢首先喺森林裏邊咧係見到遠方有個燈塔嘅，上高係有啲唔同嘅顏色嘅，有啲綠色啊、紅色啊、橙色啊、白色燈光㗎。咁啊所以嗰啲圍論者咪成日就話：嘿，你哋見到嘅只不過係射燈嘅燈塔嗰啲射燈啫。咁但係有啲調查員咧就去問過燈塔管理員，就話咧佢哋係從未將燈光射向森林陸地嗰邊嘅。嗱，呢個巴勒斯就話咧，當時佢同佢啲同事咧行入森林嘅案發地點嘅時候咧，佢哋見到有個白光咧，好似爆開咗咁樣樣，然後空地上面咧係出現咗一個紅色橢圓形嘅太陽狀嘅物體嘅。咁呢個物體咧就喺森林上高就升起，就向住海岸飛咗去嘅。咁呢個巴勒斯咧就話佢自己遇到呢件奇遇之後咧，佢過咗幾十年嘅瘋狂日子啊！咁佢就話：你覺得件事完結咗啦咩？我就發現咗其他嘢啦，咁樣樣。咁啊喺佢退役咗之後咧，呢個巴勒斯佢自己調查，佢就話成件事咧係一個美軍啲實驗嚟嘅。咁呢個實驗咧係旨在利用呢一個森林裏邊嘅能量場。佢就話咧係同燈塔有關嘅，因為燈塔就向住森林咧發射一個電磁嘅頻率。咁佢哋就係研究緊包括軍用同埋其他即係其他公用嘅一啲能源領域嘅嘢嘅。咁呢個巴勒斯喺40年之後亦都出咗本書啦。咁啊佢就堅持話佢見到嘅係某啲能量嚟嘅。咁佢就話佢冇見到 UFO。咁啊單嘢究竟有咁多種講法，究竟係即係叫做美國英國政府有意掩蓋啊，定係有個真係警察架改裝咗架警車嘅燈光啊，啲人見到燈塔嘅燈光啊、流星啊，定係話真係有 UFO 呢？咁啊呢件事就真係有啲錯綜複雜嘅。咁究竟會唔會係由幾重真相交織出嚟嘅呢？嗱，咁呢件事咧係喺英國國家檔案館嘅 DEFE 24/1948-1嗰度咧係有記載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download 翻啦。如果今次覺得即係聽完喂好似講得好快咁樣樣咧，你都可以睇翻小弟幾年前嘅一本書嘅。咁呢本書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 UFO 機密檔案解密神秘學事典3。咁除咗有我寫嘅英國部分咧，亦都有 Gary 佢所寫嘅一啲即係關於 UFO 嘅一啲都市傳說嘅。咁啊係關於美國嗰邊比較多嘅佢寫嘅。好啦，咁今集咧就除咗講呢一個英國版嘅呢一個羅茲威爾咧，仲會講一講巴西版嘅羅茲威爾嘅。咁講到呢度咧就休息一陣先，一陣間再同大家講埋另一單嘅。美國喺2021年公布嘅不明空中現象評估報告，多達143宗個案無法解釋。嚟自高級航空威脅識別計劃嘅1500頁檔案，揭露咗乜嘢驚人秘密？史上最危險嘅黑客麥金龍，從美國政府同埋 NASA 嘅電腦裏邊揾到啲乜？秘密組織 MJ12係咪真係存在？佢哋同軍工複合體點樣操控外星人資訊？一個神秘嘅電視節目揭露，人類一早有移民火星同埋月球嘅計劃。2次大戰嘅 UFO Foo Fighters 係咪德軍嘅秘密武器？五角大樓掌握住 UFO 超自然報告。
從幻影飛艇到幽靈火箭，英國歷史隱藏住乜嘢秘密？飛行員集體目擊飛碟，軍方雷達記錄母艦級大細嘅 UFO， 英國國家檔案館經典 UFO 個案剖析。UFO 機密檔案解密，神秘學視點3將會解答以上問題。呢本書由關嘉莉同埋聶宇翔聯合撰寫，暗黑指紋成員韋安繪畫封面。UFO 機密檔案解密，神秘學視點3於香港各大書局有售，揾唔到記得問店員啦。你亦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網站 seekpublication.com 網購。好，翻嚟第二節啦。咁啊，頭先就同大家分享咗英國版嘅羅茲威爾啦。咁啊，今次係分享一個巴西版嘅羅茲威爾，佢叫做瓦爾金哈事件嘅。嗱，呢件事呢，就發生喺30年前，今年係2026年啦。佢啱啱發生喺1996年嘅1月嘅。咁啊，而家係2026年嘅2月，即係啱啱大概30年前啦。好啦，就喺巴西嘅南部有一座都唔算好起眼嘅城鎮仔，佢呢個地方就叫做瓦爾金哈。咁啊喺即係199年1月呢，佢就發生咗一單喺佢歷史上都算好詭異，亦都好富爭議嘅一日啦。嗱，呢一個呢擁有得10零萬人口嘅小鎮，就因為呢有一連串嘅不明飛行物墜毀同埋不明即係非人類嘅生物嘅目擊事件，咁啊令到咧全球嘅 UFO 愛好者同埋啲陰謀論者咧就即係將呢度就稱為呢個巴西版嘅羅茲威爾啦。嗱，事情咧就發生喺當年嘅1月20號嘅，咁嗰日嘅下晝咧，呢個城市嘅上空咧就出現咗啲異象，令到好多嘅居民就留意到。嗱，有好多人咧就報告話咧，見到有一個雪茄狀嘅不明飛行物，好似掙扎咁樣咧喺個天空嗰度滯空，但係有墜落。咁啊，有啲人就報告話嗱，譬如呢個人咧，佢係一個商人兼一個地理老師嚟嘅，佢叫做卡洛斯德索隆。呢個卡洛斯咧，佢個講法咧就話咧，覺得睇落去咧又似一架咧喺度努力掙扎緊要維持高度嘅一個舊洗衣機咁，即係話咧有啲人咧喺某啲角度睇咧呢一架 UFO 嘅類嘅嘢咧就似雪茄狀啦，有啲就話似係一個長方狀咁嘅嘢嘅舊洗衣機啊嘛。好啦，佢哋就話咧見到咧呢架嘅 UFO 咧嘅其中一邊咧似乎有裂開嘅，咁然後咧就冒出一啲白煙。咁啊，但係就唔似係起火產生嘅黑煙。咁呢個卡洛斯咧，當時咧就以為自己見到空難啊。咁啊，於是佢就揸車就跟住嗰架嘢墜落嘅軌跡，咁啊嚟到呢一個案發現場啦。咁啊，去到呢一個事故嘅現場咧，佢就見到成地都係呢個墜毀嘅物體殘骸啊。咁但係睇落咧就同大家熟悉嘅飛機同埋氣球就好唔似嘅。嗱，當時嘅空氣咧就瀰漫住一股又刺鼻又嘔心嘅臭雞蛋加氨水混合嘅味道。啲目擊者就咁講啦。嗱，卡洛斯咧佢咧就執起其中一塊好似鋁箔咁樣嘅一塊好輕薄嘅金屬碎片，咁佢就試下摺下佢啦。睇下接唔接得巢先咁樣樣啊？點知咧佢一接咧，佢一鬆手嘅時候咧，嗰塊即係金屬好似鋁咁嘅薄膜咧，就彈翻去原狀嘅，就冇留低好明顯嘅接痕咁啊，似乎係啲記憶金屬咁嘅嘢啦嚇。好快呢一個事故現場咧個氣氛就緊張起嚟啦，因為有一個軍用嘅卡車咧就駛過嚟，士兵咧就喺毫無徵兆之下咧就封鎖咗現場。然後阿卡洛斯咧仲俾一個士兵咧，即係一嘢空壓住佢啊，揾個槍托咧頂住佢個心口，然後咧就叫佢哋喂即刻走啊咁樣樣。咁俾人驅逐嘅時候咧，呢個卡洛斯咧唔知性格咁得意咧，佢仲話喂裏邊可能有人需要幫忙啊咁樣樣。咦，大愛人士 friend 嚟嘅喎。好啦，咁啊啲軍人咧就用好冷冰冰嘅語調就回答佢，同威脅佢話：我而家叫你走啊！呢個唔係請求，係命令。你唔走我就開槍。咁啊，呢啲咁如臨大敵嘅處理方法咧，就唔單止係對阿卡洛斯嘅。
呢一個卡洛斯咧，咁佢就走啦，焗住咁啊揸車啦，就去到附近嘅加油站，咁啊去到就調整下心情啦。呢個時候咧就見到有架黑色嘅冇車牌嘅轎車咧就出現咗，咁然後就有兩個西裝男咧就落車，咁啊其中一個咧仲會叫得出阿卡洛斯個名同埋個人資訊嘅，會唔會係頭先即係軍方即係叫佢走嘅時候已經係有盤過佢攞過佢資訊，然後向上頭報告之類呢？咁呢個西裝男咧就警告佢話：你乜都冇見到啊！如果你唔乖乖收聲咧，你呢世都有麻煩啦！咁就跟住就走咗啦。嗱，講到呢度咧，就順帶講翻頭先第一節講個英國版羅茲威爾咧，咁咪話有一個農民啦，即係喺嗰度生活嗰啲森林嗰啲人咧，就話有 MIB 去問過佢嘢啦。原來咧唔係淨係嗰個人嘅喎，睇翻啲資料咧，之後咧係嗰度附近啲居民咧都有好多人係有俾呢啲西裝男咧去問過嘢嘅。好啦，咁啊插到呢度啦，咁啊翻去呢個巴西版羅茲威爾咯。嗱，喺同一日嘅下午咧，有3個後生女，佢哋叫莉莉安啦、阿爾基利亞咧，同埋呢個卡蒂亞嘅。呢個3個年輕女仔咧，嗰陣時就放工喎。咁啊，因為嗰日咧就好熱，佢哋呢個背囊啊之類咧又好重，咁佢哋咧就即係諗住抄捷徑啊，行捷徑翻屋企啦。咁啊，嗰陣時咧，佢哋就停喺一笪地方咧，係就喺一個空地同埋一個小徑嘅中間嗰啲位嘅度。咁然後咧，首先咧有個莉莉安人咧，佢就望到，咦，嗰度附近有埲牆嘅，牆嗰度有啲草叢啦。佢就望到草叢嗰度咧，好似踎住一樣嘢，咁係一個黑褐色嘅一嚿嘢啦，咁樣。佢最初以為係啲雕像嚟嘅。咁啊，直至咧佢見到嗰樣嘢咧，就慢慢抬頭望住佢哋，就露出一個巨大嘅紅色嘅眼，同埋有3隻咧似乎係角咁嘅嘢。咁啊，喂，見到梗係驚啦，咁啊，即係個大叫啦咁樣。咁佢一嗌出嚟咧，3個同伴咧都望到嗰隻有啲似人類嘅嘢。佢哋就形容佢咧係全身咧係好似浸咗油咁樣，有種油光啊，光亮嘅。佢個皮膚咧就係棕色嘅，有好大個頭啦，好紅嘅雙眼啦，皮膚上面咧就佈滿咗血管嘅。咁咧佢隻手咧得3隻手指嘅啫，腳又得3隻腳趾嘅啫。成身係冇任何嘅毛髮，咁啊亦都唔似有正常人嘅輪廓嘅。佢哋見到嗰隻嘢咧就捲縮住咁樣喺個牆邊嗰度啦，草叢嗰度啦，睇起上嚟好似好痛苦又好驚咁樣。咁啲女仔就話咧，佢哋見到佢隻眼咧，覺得佢係好驚。咁當然3個女仔都好驚啦，佢哋就跑翻屋企啦，就同阿媽哭訴啦，就話見到魔鬼咁樣。咁啊，啲阿媽唔知點解咁大膽喎，咁啊走去現場嗰度睇啦，去到就見唔到有嗰樣生物啦，咁淨係聞到啲好濃烈嘅氣味，同埋見到地下咧係有一啲3隻腳趾嘅腳印嘅。嗱，後嚟咧，咁啊政府就梗係話佢哋睇錯嘢啦，咁但係呢3個女仔咧好多年嘅佢嘅敘述咧，佢哋嘅證供都冇改變過噶。好啦，喺呢一個目擊事件冇幾耐之後咧，就有一種消息就話咧，軍方人員就開始全副武裝咁喺鎮上周圍搜索同埋封鎖消息嘅。呢一個士兵就巡邏啦，佢哋會驅趕嗰啲喺附近流達嘅目擊者啦，即係喺案發現場左望右望，諗住睇下有啲乜嘢，嗰啲目擊者佢哋趕走去啦咁樣。咁然後咧事後就有人回憶咧，又有神秘嘅黑衣人盤問佢哋見到啲乜嘅，即係又見到巴西版嘅 MIB 啦。好啦，就喺同一日，大概呢一個3個鐘之後咧，有2個憲兵咧就即係據稱咧就喺市區嗰度咧就發現咗隻生物。咁其中有個憲兵咧叫做馬爾科切雷澤，呢個人啊犀利啦，佢主動走去咧徒手就制服同埋捉住咗呢隻疑似外星生物，就帶咗返醫院。嗱，有幾個資料渠道就話咧，幾日之後呢個嘅憲兵切雷澤咧，佢因為一種突發同埋好具侵襲性嘅細菌感染咧，就搞到暴斃，而感染嘅來源咧就不明嘅。咁就話咧嗰種細菌咧係有好高嘅毒性同埋非常具有抗藥性嘅。
嗱，據講話負責驗屍嘅法醫同埋啲病理學家咧，之後就分析就話咧，呢一種嘅細菌咧喺地球人身上就好罕見嘅，咁就可能係外來嘅。嗱，馬爾科嘅家屬咧同埋參與治療嘅醫生咧，都收到軍方嘅要求佢哋咧火速去處理遺體，同埋唔可以公開一啲嘅醫療記錄嘅。咁後來咧有好多律師同埋媒體介入，就要求重新啟動檢驗嘅。咁就有啲資料記錄咧就話馬爾科嘅暴斃咧係同直接接觸外星生物咧喺時間同埋技術層面嗰度咧係有高度吻合嘅。嗱，後尾就有一套即係紀錄片啦，叫做《接觸瞬間》嘅呢套紀錄片啦。咁呢套就係近年嘅紀錄片添嘅。咁啊，然後同埋喺2026年咧有個新聞發佈會，咁啊嗰度咧就有一啲人咧就出嚟咧就主動現身嘅回憶，其中就有啲醫生咧佢係神經外科嘅背景嘅，咁佢叫做咧伊塔洛文圖雷尼嘅。咁呢個人就話咧，佢嗰陣時咧係同同事一齊，有個同事就帶佢咧先係睇到一段嘅錄像。嗰段錄像咧，佢係見到咧嗰段錄像中間有一個好似腦積水好嚴重、啲外表好奇怪嘅病人嘅。但係後尾當佢實際去到呢一個病人嘅床邊嘅時候咧，佢好直覺覺得呢一個就唔係人類嚟嘅。嗱，呢一個好似人類細路嘅呢一個生物咧，就大概係7歲咁上下大啦，即係好似人類嘅7歲細路仔咁大啦。佢個頭骨同埋佢隻眼咧，都似係一個淚水淚滴狀嘅形狀嘅。咁然後有少少淡紫色嘅，而佢嘅皮膚咧就好似人咁，但係就非常之咁蒼白。手上咧係得3隻手指同埋一個睇上嚟好似退化咗嘅拇指咁嘅嘢。呢個人咧係冇乳頭嘅，咁佢個嘴就好細嘅。嗱，呢個生物咧就同之前嗰3個目擊少女描述咧有少少分別嘅，主要就係嗰個目擊少女就係話佢係呢一個啡色嘅皮膚嘅。嗱，呢一個嘅醫生咧當時憑佢嘅觀察咧就推斷，似乎呢個生物好似係接受過一啲小手術咁樣樣嘅，咁唔知係咪做過一啲緊急救治咁樣樣啦。嗱，呢一個文圖雷尼醫生咧，佢就描述話呢個生物咧，佢覺得佢係佢冇敵意嘅，但係佢嘅眼神睇嚟係好複雜，同埋應該係有高度智慧。呢一個嘅生物咧係有好安靜咁望過文圖雷尼醫生幾次咧，然後又望向窗外，佢似乎係明白自己個身處啲咩環境，係發生咗咩事咁樣樣嘅。呢一啲嘅事情咧，令到呢一個嘅專家咧，佢就好信服自己所見到嘅嘢咧，應該係超出自己嘅知識可以解釋嘅領域嘅。咁呢一段嘅經歷咧，令佢徹底改變對生命同埋宇宙嘅睇法嘅。嗱，雖然咧嗰啲紀錄片嘅小組啊，同埋有啲調查人員咧，就經常去追查揾唔揾得翻呢一個文圖雷尼醫生當年見到嘅錄像啦，咪揾唔到嘅。咁啊，但係咧呢一啲紀錄片咧就揾咗好多嘅當年嘅一啲叫做目擊者啦，仲各種訪談，包括錄影，有啲就匿名嘅，咁就向啲記者咧重申翻自己當日嘅見證嘅。嗱，當時咧有個記者，佢叫做耶尼納迪亞，佢為咗追尋呢件事咧，就追到去呢一個事故現場，但係就又係啦，俾軍方咧就拒之門外啦。咁啊，問佢點解你唔俾我埋去咧？咁啊，個理由就係關乎國家安全嘅。咁後嚟咧，佢走咗去醫院，就見到醫院咧就一片混亂，仲聽到有啲人講話，哇，有個生物走咗去嗰個樹林嗰度。咁就聽到有啲士兵咧就下令話包圍佢，封鎖現場咁之類。咁啊，亦都係啦，佢去到醫院亦都俾人就威脅話你咁樣我會拉你㗎，你快走啊咁樣樣。咁佢就離開咗啦。嗱，咁啊，因為始終紙啊包唔住火啦，咁就叫做有各種嘅呢一個風聲啦，咁有好多嘅呢一個即係呢個消息就傳出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全國媒體就開始發酵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嗰啲目擊證人就不但係遭受呢個官方嘅呢一個壓制，佢亦都咧受到個社會同埋隔離鄰舍嗰啲冷嘲熱諷啊！即係咧就覺得佢哋咧出嚟講埋見到啲咁嘅嘢咧，只不過係求關注啊、神經質啊、癲嘅咁之類咁嘅標籤。咁啊係得少數人係咁多年堅持去睇到嘅嘢，同埋要一直尋找真相嘅啫。
嗱，軍方同政府嘅講法咧就好得意嘅，佢就話咧佢哋啲目擊者見到嘅係一隻好細嘅鹿仔嚟嘅，又或者佢哋見到嘅係當地一個流浪漢。咁啊，但係見到即係外星人嘅嗰啲人咧就堅持否認呢一種咁嘅講法啦，就話喂，個小鎮裏邊好少人嘅啫，個個都識㗎，你哋聲稱嗰個流浪漢我哋都識㗎，點會認錯啫？同埋如果嗰隻嘢係3隻手指3隻腳趾㗎嘛，個皮膚光亮亮㗎嘛，點會將人同埋怪物撈埋一堆嘅咧？嗱，呢件事咧逐漸就出現一啲咧疑似係跨國軍方介入嘅傳聞嘅，有人就話咧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咧當日咧曾經警告過巴西嘅官方咧就話會有 UFO 靠近嘅。咁但係呢一樣嘢咧，淨係喺紀錄片裏邊有人提過啫，咁官方記錄就揾唔到嘅。咁而紀錄片咧，甚至仲話咧有個美國軍機咧，當晚咧係未經授權就起飛嘅，咁好可能咧係用呢個機密身份咧，就將呢一隻不明生物咧同埋相關證據運走噶。咁但係官方記錄咧之後就冇呢一架軍機嘅記錄嘅。嗱，美國政府同埋五角大廈就一如既往否認軍方同呢一單巴西嘅 UFO 事件有任何嘅關聯啦。咁但係之後咧，有啲美方嘅退役軍官啊、前調查員啊、有啲陰謀論者咧，就喺不同嘅場合用證人嘅身份咧，就講翻一啲事件嘅真相出嚟嘅。咁佢哋都話咧，呢單嘢咧，即係好可能係背後係牽涉到啲外星生物同人類接觸，呢單嘢係有可能嘅。好啦，咁阿爾金哈事件咧喺巴西同埋拉丁美洲咧，真係廣為人知嘅，就好似羅茲威爾喺美國咁多人知咁樣樣。當地嘅媒體咧，亦都好迅速咁樣加入炒作，電視啊、新聞啊、娛樂節目咧就大量誇張加工，將一啲真實嘅目擊同埋一啲虛構嘅情節咧就撈埋一齊，撈埋一齊，咁啊搞到好多嘅都市傳說咧就層出不窮噶。咁有啲講法就話，因為即係巴西嘅影視圈咧嗰個即係收視競爭都好激烈嘅，咁所以冇辦法啦，作大啲啦咁樣樣。嗱，譬如話有啲嘅講法就話咧，美國政府咧由於接收咗嘅生物，咁所以咧佢嘅代價就係要協助巴西咧派一個人咧去成為一個國際太空站嘅太空人嘅。咁啊，有啲又話咧喺有某一間大學嗰度咧係收藏咗嗰度，原來咧當日墜落咧，除咗一隻生物之外，仲有第二隻嘅生物，佢叫做個名叫 Juca 咁樣樣。咁啊，有好多法醫咧曾經係為佢呢一個解剖啊咁樣樣。咁啊，呢件事有好多嘅紀錄片啊，好多書啊，啲作家咧持續去追蹤啦，啲記者持續去追查咁樣樣啦。咁就喺2026年嘅1月咧，咁啊嗰度又開咗啲新聞嘅發佈會啦，咁啊好多人就現身陳述，咁就希望呢個政府同埋國會咧就公開透明咁樣樣講出呢啲事實嘅。咁但係呢單嘢即係究竟又係即係所謂嘅一場誤會啊、集體錯覺啊，即係啲傳媒過度渲染啊，定係真係有一啲叫做外星接觸呢？咁啊，即係其實見到嗰啲人先至知道啦。咁但係咧，正如嗰個卡洛斯咁所講咧，佢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去遺棄同埋去恥笑嗰啲叫做目擊者嘅。佢淨係請求咧外界咧俾當日喺場上即係到場嘅人一啲嘅同理心，唔好再將佢哋當為笑話，希望可以將真相浮出水面嘅，即係無論呢個真相有幾咁難以置信咁樣樣講。咁嗱，目前呢單嘅即係巴西羅斯威爾都係未蓋棺定論啦，咁我哋就只能夠等下啦，再等下啦，有冇一啲叫做更加多嘅消息啊、真相啊流傳出嚟啦，咁啊亦都睇下今集會抄翻呢個所謂英國版羅茲威爾同埋巴西版羅茲威爾嚟講，都係源於有一個紀錄片嘅導演聲稱話收到一個可靠嘅消息，話特朗普會喺今年嘅7月甚至更早嘅日子咧就公布一啲UFO 檔案嘅。咁我哋就即係密切期待啦。咁啊呢兩單嘢究竟有幾堅呢？咁我就覺得其實第一單佢嘅可靠性，當然兩單都好多人會俾出好多叫做懷疑嘅理據出嚟啦。咁但係我覺得第一單嚟講就係目擊嘅最初嗰啲保安人員同埋第二批去到嘅軍方人員，全部都係一啲叫做有專業訓練嘅人啦。你諗下，守美軍基地嘅保安人員同埋直情係嗰度嗰啲軍人，
有冇可能將一啲叫做附近燈塔嘅燈光都會搞錯呢？哈哈，咁啊，而第二單呢個就更加多，其實係有好多人目擊喺個天上面係有架嘢墜落，咁只不過見到有疑似外星生物嘅人就唔係太多，咁但係出嚟講話見到嘅都起碼有幾個女仔啦，有啲醫生啦咁樣樣，咁然後見到天空上嗰嚿嘢就更加多居民見到啦，咁啊，所以呢兩單嘢你話嗰個真實性高唔高呢？我就覺得起碼唔似係完全憑空老作嘅事件嚟嘅，係啦，咁啊，因為兩單嘢起碼有一單又有英軍方面嘅英國公佈出嚟嘅檔案啦，證明真係有人見到啲嘢啦，係啦，咁啊，而第二單係更加多目擊者啦。好啦，咁啊，今集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咁我喺錄呢一集之前呢，啱啱就仲錄咗另一集係講一啲馬嘅一啲神秘異象嘅嘢嘅，咁亦都喺阿 Gary 嘅無奇不有嗰度錄咗一集講關於馬嘅嘢嘅，咁啊大家都可以聽翻嘅，咁啊今集就到呢度，我都未知我放馬嗰集嘅神秘異象先啦，定係放呢一集 UFO 先嘅，咁啊總之無論如何都好，祝大家呢一個馬到功成，馬年身體健康，大家都事事順利。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日本人記載不明飛行物體同埋其他超自然現象非常詳盡，到咗近代更有嘗試去嚴謹驗證。清酒神秘學主持程明輝 Lawrence 寫咗一本《神秘的日本 UFO 事件：目擊者的證言》，可以話係一本罕見嘅日本 UFO 外星事件簿。日本有乜神秘現象？當代文化點樣受外星信息所影響？日本史上3大 UFO 事件係乜嘢？自細中意東瀛文化、探究 UFO 神秘學嘅作者喺呢本書追蹤咗大約幾十年嘅 UFO 出沒同埋疑似外星人接觸個案。神秘之夜主持梁錦祥喺推薦序話：喺香港日文高手唔少，但係花時間去介紹日本 UFO 資料嘅就鳳毛麟角。更加重要嘅係 Lawrence 擁有嘅唔只係資料，而係難得對日本神秘文化有第一手經驗。神秘之夜另一位主持紀陶話：呢本書內容有唔少日本神秘事物嘅典範事例，選取嘅綱目都係日本神秘學事件嘅通識素材，可以俾中文讀者增廣見聞。神秘的日本 UFO 事件：目擊者的證言於香港各大書店有售，揾唔到記得問店員啦。你亦可以到不求人工作室網站 seekerpublication.com 網購，喺呢條影片下面嘅文字介紹區會有網購連結，歡迎瀏覽。